冚到自己實撚晒，喺套戲入邊又飛釘又成。你睇下出到嚟，着撚到好似冚住張棉胎咁樣咁俾啲掌聲佢當然，佢並唔係第一女主角。Ladies and gentlemen， 阿嫂，我哋歡迎暴龍嫂。雖然佢有啲殘缺，因為即係呢幾日真係好疲勞。我哋啲掌聲啊，暴龍嫂好唔好？暴龍嫂咧係我專登喺廣西偷運落嚟由於咧即係佢咧坐船嘅時候咧就有啲顛簸，所以咧就打支針落去，而家佢硬鳩晒㗎。好多謝你哋，因為咧我係好細個就已經咧好希望可以去到海運戲院睇戲，你唔撚知㗎。嗰陣時仲係莊屠夫塔做男主角嘅年代，嗰部戲叫《油脂》，我媽話嗱，如果你咧今年考試攞到100分咧，就可以去海運戲院帶你去睇《油脂》。海運戲院咧就好撚大，而家係已經劏撚開咗一半。哇！佢真係大撚到咧，即係你係要好撚叻讀書，你阿媽先帶到你嚟睇。今日我可以喺海運戲院做到男主角，我真係好開心，因為我間宣傳公司嗰啲同事講，佢話佢對上一次做中文片可以入到海運播嘅，已經係少林足球，我多謝你哋。所以呢一部戲開畫咗2日，票房累積已經超過咗300萬，成為咗香港票房冠軍。希望你哋多啲同你哋身邊嘅人講下，推薦下呢一部戲，因為我哋都拍得好撚辛苦，唔係個過程好撚快，拍咗12日。如果唔係佢 NC 拍咗8日，但係難在於叫啲老細相信。本地市場就算過唔到內地審批，一樣有人睇如果呢個戲咧即係成功嘅話咧，啲老細就會相信，就算我哋過唔到大陸嘅戲都可以有人睇。你知道啦，近呢幾年個個都要拍啲內地嘅合拍片，但係內地合拍片咧，尤其是我成日都過唔到㗎。我啲戲一攞翻去大陸審批，佢就話我低俗，屌你老味，我就拍到低俗喜劇。譬如咧好撚古怪㗎個審批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結咗婚，又唔可以有婚外情但係其實咧好多人都有婚外情㗎，你明唔明你要接受先得㗎，係啦。咁另外咧，學生哥未夠18歲拍拖又唔俾拍譬如好簡單警匪片嗰啲古惑仔一定係卧底嚟㗎，唔撚知點解咁仲有喎好撚怪即係一個香港人成班大陸人，咁全部配廣東話，但個香港人配一翻國語你又唔撚明點解㗎喎譬如嗰啲鬼唔撚係真係鬼嚟嘅，你自己諗出嚟嘅，就算企喺隔離咁樣係啦，死咗原來發夢屌鳩你或者最撚勁呢樣。譬如個政府部門有人貪污唔拍得，我哋中國係冇貪污嘅。或者譬如金雞以前吳君如嗰啲金雞唔撚拍得，大陸係冇雞嘅。所以希望你哋好撚慘幾廿歲人做到咁樣。所以希望你哋多啲支持我哋本土製作，好唔好多謝大家。當然啦，如果我都見到有人唔中意嘅，係呢個世界咩人都有人唔中意係咪？如果你覺得呢套戲好撚難睇嘅，唔緊要，同你最撚憎嗰個人講，叫佢哋睇善都會。家陣今日帶啲咩嚟帶咗爆炸糖。嗰種每人都會有嘅，出口嘅時候就會有人派運一包爆炸糖去翻屋企慢慢彈。我以為你話喺出口嘅時候你出口。喂，其實咧爆炸糖呢啲嘢咧大家要記住佢表面上嘅一包爆炸糖，其實係外敷內服㗎即係佢上面有說明書寫住啦無論飲撚大嘅人㗎好小塵好冇
無論任何環境底下出現任何情況都好，個聲吞緊咗佢。咁你哋記住啦嚇，跟住吞咗佢好唔好？係啦，係啦，發癲突然間嚇，啲女士你睇下有個黑面啊，唔開心啊！係。你夠18歲，哇！你都咁細個，你夠18歲未啊？21歲，哇！你嗰邊着校服，你夠18歲未啊你？呢個夠啊？有男朋友未啊？連住先咯，好啊！喂，幸福唔撚係必然㗎，你要練習㗎，到你練到一身好武功，好似巴達嗰樣咁就中環四好啦你，係咪啊？嗱，送俾你嚇，記住勤啲練習啊嚇！仲有冇啊？做咩啊？你好仰慕我，咁啊啱啦，有冇事業線啊？有。